真侪体育选手拢是自细汉学生的时阵就训练起来的。不过目前多数的保险拢是比赛时阵受伤失灵才会当理赔。若是比赛进前的训练，也是热身的时阵受伤，就无法度领保险金。若是恢复了无好势，就会去影响到体育选手的发展。所以，就立委提出爱修国民体育法来保护这的学生选手。 顶个月亚洲杯总决赛，咱国男子篮球队标出失灵险不足的成绩。民进党立委李高点开记者会，指出目前针对运动选手的保险无够周知，多数拢是比赛时受伤失灵才有理赔。不过，若是比赛进前训练，还是热身的时受伤，拢无保险谈保障。积极往运动发展的孩子，可能都是家境比较困难的孩子。我觉得这个现实要先肯认。所以，如果在这个情况下，这些学生选手，他们不管是在暖身，你刚刚说的，或者是在比赛期间受了伤，但是却没有及时的财力支援跟有效的恢复治疗，我们怎么能够想象他们未来？我们还希望他们为国家队卖命。要修国民体育法，我们呢正式的把这个相关的法规制度把它入法，来保障我们的学生选手从训练到比赛，希望能够全方面的保障。 立委何兴顺指出，侪学生选手本来比赛进前受伤，拢敢若会当用学生团体保险，但是理赔金额根本就无够后续的详细账户，也有福建等等，恐惊影响到因的运动生涯。所以，伊提出爱修国民体育法来保障这学生选手，嘛要求体育署应该爱去和金管会讨论，规划出较好的保险，互因自训练到比赛过程中间，拢会当得到保障。针对保险公司不足的部分，那在委员的关心下，我们也会来协助针对营运相关的一个协助选手上面。 给他们获得比较充分的保障的部分，包括用差额的方式来做一个思考。差额的部分如何由政府或是运动发展基金来支应？根据立委的修法提案版本，希望未来的各级比赛、各级选手的运动伤害相关的保险经费，1/3由学校负担，2/3由体育署的运动发展基金负担。体育署表示，会个建议嘛答应会伫咧3个月内和金管会来规划出相关的保单内容，来保障学生选手降低因的医疗负担，也有延长因的运动生涯。记者卢尚如、王兴忠台北报道。